行山除咗睇風景，亦會有人選擇行山揾怪石打卡影相㗎喎。位於沙田石門後山就係一個有好多怪石打卡嘅地方啦。起點由石門迴旋處進入小徑，上山冇耐就會見到小鑽石同三兄弟石。呢個位置可以睇晒成個石門，仲有城門河嘅靚景喎。跟住向女婆山嘅方向行，冇耐就會見到魚囉石。小編覺得呢個位置都好值得嚟打卡影相㗎。望住山下嘅建築物，再加上群山風景，真係好有大地在我腳下嘅感覺啊！除咗魚螺石，再行多一段路，仲有豆腐石可以打卡影相㗎喎。呢度望出去，仲有連綿不絕嘅山稜線，影相真係超靚㗎。最後就會見到形狀最奇特嘅陽明石。至於點解佢係最奇特呢，就交俾大家自己想象下啦。呢段奇石打卡路線全長大約3.5公里，慢慢行再加埋影相打卡嘅話呢，都係3至4個鐘頭啫。沿途大部分嘅路段都有樹蔭㗎喎，所以全段路都唔會好曬嘅。鍾意行山影相嘅朋友，不妨試下呢條路線啦。